有睇我 IG 或者約會系列嘅朋友，可能都知道咧，我而家係有一半嘅時間都係喺台灣生活噶。咁少咗時間喺香港，其實每次翻嚟咧都會對一啲港式嘅事物特別感興趣，所以今次翻嚟過年咧就想影輯旗袍相。呢個係我新買嘅 Pandora 香港限定豬豬鞋。我去嘅旗袍店係喺銅鑼灣，大概就喺 Times Square 附近，都就腳唔難揾嘅。到咗樓下啦，佢嗰個大廈外面係咁樣。咁呢間鋪頭咧就係我朋友開嘅，佢都會係今日嘅攝影師大大啊。之前咧都有嚟影過一次旗袍相噶啦，今次咧就想同大家記錄呢個香港旗袍租借全過程。第一個任務就係揀旗袍啦。我諗有選擇困難症嘅人嚟到應該會幾頭痛，因為呢度真係太多款可以揀啦。除咗一啲傳統嘅花旗袍之外，我覺得呢度最特別嘅就係佢有港式 pattern 啊。其實我之前都有喺我哋 IG 度 target 咗幾款噶啦。呢個係麻雀，然之後呢個係茶餐廳。陣間試上身咧，睇下邊一套好睇就着出去影相。歡迎光臨龍常啊，你好啊。Hello。我要着港式啊，今日耶。再偷偷俾大家睇下男裝，事關本身係諗住帶埋男朋友嚟噶，不過我都係想下啫，冇帶。揀完裙就到化妝時間。我今次揀呢條旗袍上面全部都係港式路牌，翻到屋企放大啲相睇會發現細節其實做得好精緻。本身我係諗住點粒字走極致復古路線，但化妝師話佢哋通常唔會主動加，因為想保留翻每個人原本嘅樣貌，所以我就被成功說服到，最後係乜都冇點到噶。上次嚟嘅時候呢，我就係揀咗一個低馬尾髮型，但後期睇相先發現我個頭到底去咗邊。今次就學精啦，半紮馬尾，前面有嘢睇，後面都唔空虛。鞋呢，我就帶咗對紅色嘅高踭鞋。如果大家未諗好要着咩色嘅裙呢，我係都幾建議帶黑色或者白色嘅鞋，咁樣你過到嚟呢，其實就點襯都冇死。佢哋都有好多眼鏡、耳環、頭飾可以揀嘅，又係另一個選擇困難症地獄。而家1月呢啲呢10零度嘅天氣，我諗就咁着出應該會凍死。然之後披咗呢塊嘢之後，我突然間發現，其實佢同我對襪都幾襯咯。你知唔知而家係好興呢？着襪襯高踭鞋呢件事，要毀滅呢個世界。By the way，其實鋪頭入面都好有 feel 㗎，所以我哋出去之前都大影咗一波。今次揀電車做我哋嘅交通方式係有2個原因，一嚟就係路線順路啦，二嚟電車本身就係一個經典港式畫面，可以沿途 snap 幾張。第一個 photo spot 就係西港城紅磚加老建築，一嚟自動變有故事的人。入面之前係一個賣布嘅商場嚟嘅，但係而家維修啊，係咪維修啊？去咗一個冇寫嘅牌嗰度。維修翻新工程，所以我哋淨係可以喺門口影啲 shot 啦。然之後咧，我哋就趕去下一個位啦。我哋今日嘅選址主要就喺中上環一帶啦。呢邊係比較多啲古董好同埋舊式啲嘅建築，會比較適合呢啲古時候嘅穿搭。因為我係有一種強迫症，接受唔到着住一套古裝喺個現代嘅街道嗰種畫風突變嘅感覺。然之後咧，我哋而家就去到我哋嘅第2個點啦。不過都係失敗收場，全部都係人。我哋撤退閃。終於嚟到一個咧係真係可以影到相嘅點啦！呢度係上環嘅文武廟，個概念就係好似去日本着韓服或者去韓國着韓服咁樣咧，一定要揾啲寺廟打卡。根據網上嘅情報咧，如果想影相嘅話咧，朝早9點到10點同埋下晝3點到5點咧，會有太陽光曬入嚟，個光線係特別好。呢度入面同埋出面咧都其實係一個好古色古香嘅地方。撇除佢而家咧係包住晒啲膠紙啦，同埋有好大條 banner 之外咧，佢外面都係一個好好影嘅地方嚟噶。同埋仲有另一個小貼士係好建議大家要帶拖鞋出嚟。影完相第一件事一定係換鞋，全日着住啲高踭鞋真係行動不便，搞唔掂。雖然我咧已經係有換鞋啦，但我嘅腳都係血啊！有冇收到佢個 clack 嘅聲？食完嘢就行翻落山，打算喺下面嘅電車站執多幾張相咧，就翻去換衫啦。認真度緊位嘅人類，俾大家睇下嗰個電車站，哇，細到咧！影完呢幾張，我哋都直接上叮叮翻去換衫啦。最後同大家講下收費，最基本係即日還衫同埋第2日先還衫嘅價錢，之後可以自己決定要唔要加妝髮同埋攝影師。所以我今日嘅總花費係
過完一個咁中式嘅一日咧，想帶大家去一間我自己好中意嘅傳統糕點店。佢嘅位置咧都係喺旗袍店嘅隔離街。佢哋嘅缽仔糕、黃金糕、細米糕都係好食嘅。超多人排隊。我要件冇豆嘅缽仔糕。冇豆咁我要一件班蘭糕。咁呢條片就到呢度啦，大家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同埋可以 follow 我嘅 IG， 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好啦，我哋出發咯。Go。去。